哦，你这个日语的呢？这日语的讲，这字敢？毋是，阮当时读你是讲了，玻璃，较无读这个汉字啦。哦，满头行中路。哦，满头诶，行中路遐哪有迄道亲哦，开迄个中医心药行诶。哦，迄咱迄道亲诶，行中路遐哪有开迄个心药行诶？周诶呢？哦啊，迄历史上哦，迄宋朝时代周敦颐啦，周敦颐，哦，周敦颐诶后代子孙诶。哦啊，做到做迄个歌书。哦。哦，这个有日语的呢。哦，利哈阿布里马斯，迄毋知啥物意思啦。哦，你看，手啥物足呢？利哈阿布里马斯，油仔饼啊。哦，这样油仔做这月饼你看，哦，这拜拜足好诶，这拜拜足好诶啊。